匆匆忙忙赶到舞蹈教室，准备练舞。不小心睡过头了，你又迟到了。下一次挨准时，挨准时，客家话叫做挨准时。这些穿着客家舞衣的舞者都是长宝图舞楼团员，成员都是爱跳舞的大学生。郑竹云是舞团小老师兼副团长。虽然大伙儿都不是客家人，却同样爱上客家文化。每次表演都内藏了各种不同的惊喜，就像每支舞都藏着宝藏一样，像是跳着街舞，却把客家音乐和元素融合到舞蹈里，头巾、斗笠都变成跳舞道具。不管是我们用扇子啊，或者是客家的斗笠啊，或是我们扁担啊，这些我觉得我们就把它加入进舞蹈里面的感觉。因为我们平常一般跳街舞其实不常拿道具。那接触到客家之后，发现其实蛮多道具也可以运用在舞蹈里面，让我们整个舞蹈的呈现会更加丰富。这样。在一次客家舞蹈比赛中，郑竹云带领着大家把传统和时尚穿插，获得热烈回响，最后得到冠军。年轻人比较少注重这一块，是用我们的力量把它发扬一下，让现在年轻人可以一起来接受，然后传送这个客家的文化。于是，这群年轻人更对客家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不但开始研究客家文化背景，也学起客家话。不少客家县市的表演活动中，都看得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希望让大家看看新时代年轻人怎么从最炫的热舞表演中呈现独特的客家风情。上课喽！爱准时，爱准时，爱准时。